你帮我听拢清楚，互我来对付伊就好。嗯。姑娘，看你生出这么窈窕的款，你哪是我谢英良的对手？不如来叫我做一个阿姐夫人，请看。无用阮你走到后山来，安尼你是要死英哩？只是我为刷擦已久，恐惊四元税毋肯收留我，无要紧。一来平西
正是需要用人的时阵。二来，令祖庙无法让主，是我汉家的冤亲，而且我也无兄弟，要无我就收你为小弟。小弟拜见家长，唔免多。家长请先行，小弟搁要牵线落兵，放火烧了山寨，随后一往东营，投降几乎四世祖。无我家己啦。哎呀，当你正手都袂叮当，你是要哪家己食？来，我甲你请吼。母亲来，赶紧去添茶互伊啦。我饱，我歹食。不，唔免啦，金丁啊，紧去甲丁山抓药啊。是。母亲。你毋是讲大夫讲我这个伤无药可医啊？你我叫金丁，哪着好去抓药呢？这药啊是要甲你提神、受伤，甲你阻止迄个毒气，唔通带你五脏六腑的。定山啊，人听老千岁较神童，要去搬请伊莲花来治疗你的伤痕。但愿伊肯来。卡虽然唔肯来，你这个正手都爱忏悔。母亲，你放心啦，莲花是骊山老庙的门徒，伊一定有法度医好害你这个伤痕啦。啊，伊若唔肯来呢？免哪会咧？伊是我的某啊，伊哪忍心目睭金金看我忏悔呢？哦，你的某？哎呀，你这个囡仔，好得你还阁讲会出嘴哦。是你亲手甲人写休书，即卖休书还阁伫伊的手中，你知唔？母亲，莫阁提起前误会啦。若阁提起前误会，我就想起就伊咧苏翠玉迄个大运啊。若毋是伊翠玉来解救孩儿的性命，不但令我这前误会无法度洗清，害你早都死伫迄个烈火阵中了。不，有一件代志我无甲你讲是袂用的。万一若发生啥物代志，或者我无伫咧，我担当袂起。啥物代志？这2天，金莲爹啊，宝剑炸条条，暗中伫咧跟踪刁王哦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小母嘛是唔知影，只敢若知影讲刁王娥若行到什么所在，伊就甲缀到什么所在。我看这其中一定有因果。嘿，这个查某囡仔吼，实在有影真害，莫非伊是阁想什么办法，要阁挑战迄个刁姑娘？哼，拢是我家先歹去。金丁啊，会紧去叫伊来见我。是。哎，班长，免去。母亲。金莲会安尼做，这是害你吩咐伊去的啊。哦。因为我派2个人，讲着爱孙娘调查，一个是光的，一个是暗的。我是叫因以防万一，若有啥物差错，互相替我相救啊。嘿，将军啦，遐你连着伤的时阵，都还阁遮尔啊斟酌，你这个二路元帅实在无简单。
是安那要摕迄个包互调员无？今夜3更是什么意思？目的是要阻挡四丁山甲韩丽花的分数。也毋过，现在听价金甲大仙堂要去请韩丽花，明仔载午夜伊就会到了东营。一旦韩丽花伊若是医好四丁山的正伤，因一定会成婚，所以你必须要赶紧下手，准备今夜去死四丁山。 阮随名医王琴送了一口乾坤底剑回，因为四丁山心情饮魂甲，护住真英，只有是乾坤底剑才会当将伊刺死。要3天，你一定爱赶紧下手。刁公，你唔通袂记哩哦。 你的继父刁明会大寿啊！正当元帅苏宝同。阿姐，阿姐，你较有勇气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。这天官。 有四丁山公公，啊，就是无惊无离，是无人牵挂，只有亲人事关我你。阿姐，你袂用你死，你紧走！阿姐，你紧走！阿姐，你紧走！阿姐，阿姐。 下到，你毋困规暗点要创啥？我就是感觉真奇怪，这暗暝你规暗毋困，家己一个人住这定院安尼紧张甲安尼，你是咧创啥？我有任务在身啊！哈，元帅有哪会派任务互你哦？无毋对，嘿，是啥物任务哈？无你的代志啦。等下啦，是无我的代志无毋对啦。毋过吼是安尼啦，我这个人的好奇心都足重的，你若安尼，你若无甲我讲吼，我永暗规暗都拢会困袂去咧。甲你讲是会用的，你爱先跪咧甲我赔罪。哈？佮跪哦？哎呀，定定提这个老问题，等代志过去就过去啊，你好好记伫要创啥？ 你若毋甲我跪，我就毋甲你讲。
唔讲就莫讲嘛。但园地这个代志吼，甲我也无关系，我嘛无一定都爱知。哎，等下啦！我话都讲啊袂完咧，你也安尼。我吼已经决定要甲你跪啊啦。因为你这款的人吼，都互我袂得势哩。我若得势着你吼，日子会足歹过的呢。说定吼，规工你若拢一个面啊变线线，无爱插我，是比咧甲我抬佫较艰苦。我是规气甲你跪嘛。你毋是讲男人膝下有黄金？啊，你管你啥物咧黄金啊白银，就是讲玉印吼，嘛是都爱跪啊啦。安尼算你真巧。要跪唔紧跪，你是咧创啥？别紧张啦，生生会跪的啦。我是先看世界有人来啊，无去人看到会歹势呢。好，决定跪落啊！也小一落。吼！你这个衰尾倒位啦！我互你气死，你知无？你啥物时阵唔来，早唔来，晚也唔来，偏偏选这个时间你才来，你是找我要创啥？想错。我无你叫我要创啥？我是咧找调员哦。看你伫咧遮，甲你叫一声，这是小姐们也算唔对。你若安尼讲，以后我若拄着你吼，就假无看到啦吼。也若烧长头，大家莫烧借问嘛。真啊，听讲你足介意条员哦，伊嘛有答应要嫁你是？是啊，本来哦，我早就要找迄个听老千岁啊媒人专家替我做媒人啊，哪会知影偏偏迎来代志遮尔多，唔则全咧耽误落来。我就是找员外啊，要甲伊解释一下，唔免互伊以为讲我真难变心啊。哈，当人会惊你变心哦，人恨袂当你规气紧变的，人通啊另外嫁一个较缘投的。你咧讲啥物啊你啊？导演叫人讲，对了，哈，你莫开嘴啦。好，真啊，假使有一天，若有一个姑娘比条员娥搁较水，你是毋是会改变主意？袂，绝对袂，绝对袂。我真然这世人吼，是决定带挑员娥咯，决定元死哦，嘛袂变心。看你对遐尔啊痴心，这项代志不应该甲你欺骗。真啊，你跟我来，我有话甲你讲。我死金莲啦！无你安尼是什么意思啊？哈，有话全讲唔甲我讲，啊，佮颠倒要甲亲汉讲，我是你的未婚夫咧。喂，我嘛要听，我嘛要知，小等下啦。苏波动派来这做干事，要来挟持我的大哥，是不是嘞？慢少，真啊，你拢是误会。刁员娥，伊是要来探望我的伤魂，并不是要来刑刺我。真是的哦。大哥，啊你时啊搁咧困，也是啊袂精神。刁员娥明明要来刑刺你，你看，第一件我搁举伫伊的手啊。迄支底剑是苏宝洞私如至宝，刁员娥要
偷走青年馆的事，该偷摕出来。伊是特地摕迄支宝剑要来互我看。万娥，你放心。来，摕来我看卖啊！